请问打卡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答案是邓卡，嘿，就敢若亲像邓囡仔共款嘛。嘿呀，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已经爱邓一个囡仔，会记好做一个记号，就讲我有来过安尼啦。敢若有道理哦。是啊。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拍精。拍精。会记得无？咱你上下班有无？打卡就是爱摕一个单有无？去那机器遐。记会记。嘿。哦，迄叫拍精。拍精，因为迄就是时钟哦。切精啊，这就是拍精啊。哦，好来，美秀这边是邓卡，阿雄这边是拍精。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。来哟，算了哟。哎呀，哎呦，是啊，那咱这边的拉米花老师，拉米花，对，嘿，就是咱像咱的，到一个所在啊，咱像咱拢有迄个旅游，拢有一个迄个单，啊，拢会灯音啊。哦，迄个纪念音啊，去到倒登一个纪念音啊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要问两位的吴心。先讲哦，阮两个唔知啊。阮两个头壳插只冤家。有啥物？要相拍。要相拍，因为伊选一个，我选一个。啊，不过最后阮选拍精行为，我感觉邓卡。这个动作伤大力啦。伤大力啦。对啊，明明是手架起一个尔嘛。起一个啊，邓卡足大力的呢，伤忝嘛。刚才更多道理。我应该改做起卡。起卡都好咩？有影手架起一个。都好啊嘛。哎，安尼拍精了，动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到底是我的邓卡，还是我的拍精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邓卡。哦。好，咱这个台语吼，就是英语内底这个邓卡，也是以前咱讲邓卡路，啊，迄个卡路就是 clock in at work， 就是讲要上班啊，啊，我去迄个邓卡路迄个钟啊，吼，啊，你甲存迄个牌啊，你的卡片入去安尼，所以伊的原本是安尼 clock in at work， 啊，毋过咱手机啊咧讲的迄个是 check in。吼，那像饭店啊，讲我伫遮安尼入来啊，吼，我入来这个所在啊，啊，毋过咱若用在地讲法，咱打卡会较用古早迄个顿卡路，还是顿卡来用。咱平板今日甲取消，咱第二题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有人会用华语讲别全了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哦哟，别全了，是美秀这边的意思，就是讲卖骗人的意思啊啦。什么？嘿啊，嘿，卖别全的。嘿，卖金那个卖什么？卖什么？卖冬瓜？卖米？卖菜？卖冬瓜啊？卖纸啦。哦，你想过含啊纸噶呢？是不是？全。台语的音就蛇嘛，卖蛇嘛，是啊，就是讲咱讲话哦，袂当伤过含啦，讲到遐尼啊含，伤过好啦，咱嘛袂当啦，是，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卖蛇啦，卖骗人，卖骗人的意思，嘿，阿雄我这边的意思是卖靠啊，哦，因为咧泉水吼，咱有当时啊讲到伤心的代志，不过伊无3点水呢。无要紧，因为这无3点水嘛是水的意思啊。哦。下口有一撮水你看。哦。啊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别全了，你咧哭的时阵哦，目屎会亲像抓水啊，一直流出来，一直流出来。哦。所以别全了，就是讲，哎呀，你莫搁安尼一直流出来，意思就是莫搁哭啊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哦，真正的哦，你是莫搁哭啊啦。拜托的，我是莫搁骗啦。啊，伊莫搁哭啊尾啊，讲到尾啊吼，变成是莫啥物拢要抱怨啦。哦。卖什么话拢要伫怨叹的对啦。你就莫搁伫咧哭出来。嘿，啊，到底是我的卖骗人的意思，还是我的卖哭的意思？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。好，哎呦，来，咱的拉米花老师。拉米花。巫西老师。我感觉拄仔美秀姐讲的台语的蛇，迄个蛇的
海音，我感觉真适合用伫咧食。无，其实我是毋捌听过安尼的讲法，但是因为你安尼讲，我就最想要选米寿的。好，来，秀丽老师，我感觉爱上怎甲都艰苦的。哎呀，嘿，相反，我抓到就艰苦的。是，你哦，你抓到阮大家拢做眼油的意思。拢看得出来我咧抓了。哦，安尼哦。但是真，等下恁就知啦吼。啊，嘿，你有够难言哦。对啊。好，来我这边，来教练，卖抓我细汉时阵就食讲的，就讲，是互人讲你啊，是你讲别人。记啊，哦，你相信我，卖对有人咧讲，查某人的嘴吼，唔通相信，卖个转。卖个抓。我定定甲阮爸后辈讲一寡话啊，伊拢会应我，你卖咧转啦。哦，卖咧转啦，伊转甲转无共，不过音是差不多，意思是差不多的啦。好，音无共尔。哦，真正到底是卖转是安怎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卖骗人的意思。哦。好，这个转就是拄则讲的，伊黑白讲话，哈，也是讲练笑话，也是足迄个人足精暗的，就是讲一寡无适当的，也是无影无食的代志。啊，咱一般会讲猪头皮转无油，所以咱的转是写做迄个就是炸弹迄个炸，啊，毋过念做转。转第三条，啊，迄个全咱是念做转，所以就是海音，迄个转个转的转的意思，海音吼。啊，另外迄个转拄则有讲到转，迄是第7条，迄是譬如讲转水，也是转啥转网啊水，所以声调甲分好清楚，啊去享受这款台音的语言变化，两种无共语言变化是足趣味的。这个影片要带咱来去欧洲的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2个字哦。哦，欧洲的国家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真特别哇！来，有心是我吗？对，你后边顶有倒啊。这个所在我敢若有去过。你应该有去过。芬兰，因为头我有看到狗在走啊。哎，你游车嘛？我有去算过这啊。哦，你看，真正，我是伫芬兰这个所在。芬兰，好，老师，芬兰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甲加入去。又可以得3千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芬兰。对啊，哦，哇，这海花真水。哦，因做贵，做贵嘛，拢做厉害咧，足悬的，足悬啊，足悬的。足嘛是讲足悬。哎呦，这厝的应该真水。我去的时阵足悬的。哦，真水。好，伊的英语现代英语叫做 Finland， 啊，毋过古英语是叫做 Finna。啊，迄个伊即个国家是足侪即个松林，啊，佮有湖，所以有18万几个湖，所以伊叫做千湖之国。啊，上特别拄则遐拢落雪嘛，所以是咱圣诞老阿伯的故乡，嘿，所以真有迄款幸福的感觉。啊，伫迄个2023年，伊是全球上幸福的国家。讲出来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世界有名的哦。世界有名。四个字吼。哦，世界有名4个字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是知影就叫这个字哦，4个字。吗？皮卡丘。什么？你讲啥？皮卡丘？我是想看麦。哎呦！不要紧，你试看麦。丘比丘。嘿，马丘。
马丘比丘要安怎讲？你想看麦？马丘比丘，咱有一个总统姓啥物？蔡英文，搁另外一个收水足后迄个。是马英九。啊，你读做哦，马丘，尽量嘿。马丘比丘，比丘，丘，对，马丘比丘。好，老师安尼用你无？丘，歹势唔对。愈念愈唔对。是，好来，马库比库，哦，有影呢吼，姓区吼。马库比库，老师，马库比库会当无？会使。好来，不错。容易得到3000咯，厉害厉害。啊，迄个咱因为即个区是咱定定看到的即个姓啦，吼，所以马区、B 区也是马 Q、BQ 拢会使。啊，毋过嘿，啊一般是用即个区，嘿。啊，即个所在是伫迄个印加帝国失落的城，所以迄搭遐伊是2350公尺伫个 Andes 安第斯山顶悬，所以足水的，啊，所以有大家讲可能有一寡神秘的符号伫顶悬，嘿，好，多谢。大家有机会啦。有啊有啊，有大奖还袂落，还袂我出来。倒一个较值钱啦。你唔敢算啊？是不是？算你你卡 lucky， 你算。哦，叫你家己算。安尼我算500块。500块，水啊，是哦。好来哦，咱来看一下500块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500换12000啦。 lucky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新台票500块银票顶面有一个国校的棒球队，你敢知影这个国校的小棒队是咱的红校国小，还是咱的南王国小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想要志愿。画救命。来来，志愿。因为这个万二块，嘿，最重要的，嘿啊，加油哦！一定要对，你若对就赢过哦。哈对啦，是啊，都甲哈过啊。对。啊那无听过南王，南王无听过。应该是迄个红的，应该是红因叶。为咱100块应该有换过，哦。是毋是有换过？ 500块。换过。有换过新的100块，啊，搁旧的100块，旧的我知影是红校。红校国小。红校。啊，即马因为换新的100块啊，伊感觉是红校，但是无听过呢。还是南王。南王国小。讲话。你决定，我咧边啊，足大声咧，唔通安尼。对，你的文较好，你决定来。你讲我南王就南王啊。嘿啦。对。南王。好，好无？支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南王国小对唔对？哎。相信家己啦。好，来，奖金。恭喜你了万里哦！这间国小南王国小是台东的南王国小，啊，伊是卑南族的囡仔，因去组迄个队吼，啊，伊资源无啥够。啊，毋过因足认真来去拍球，所以因伫咧民国87年的时有摕到全国的即个定的即个棒球的即个冠军，校棒队的冠军，所以咱就是南王国小。哦，好，15000。老师若对就冰盘咯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外岛因为捌有真侪梅花鹿，所以互人讲伊是鹿岛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简单啊，来，简单啊，绿岛。好，哦，老师确定哦。确定哦。好，来，绿岛对唔对？恭喜又得了15000咯！佮较早因是用渔业来过生活啦，吼，啊，毋过后来乡公所的推设饲花鹿啊，就是梅花鹿，啊，所以因就家当做副业，啊，所以即个绿岛、鹿岛就有即个名称出现。